人啉饮料拢有这款的经验，就是看到饮料外包装标示小寡甜，感觉是有影。为了避免消费者的误解，是由司法公文给业者规定，食品饮料若是标示小寡甜或者是无甜，拢需要符合相关的规定。新的制度为民国81年7月开始，若是发现标示无实在，上盖当会当罚400万。伫咧炎热的热天，来一杯凉的饮料甲饮落，实在有够心凉鼻吐开的。毋过，佫惊讲伫咧不知不觉安尼啉伤济糖，煞有真侪人较介意即几款的。便若是外包装有写无糖无甜，还是讲麻味仔甜，安尼就想要甲买。也若即落小块甜的，敢真正是糖分就足少的咧？无糖或微糖还是蛮甜的，还是会有一点甜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会觉得喝起来好像还是有加糖的感觉。就惊讲对即个甜的感觉伤过主观。食药署就制出新的规定，便若是商品的外包装标示无糖无甜，不管是加料的也是啉的，每100公克也是讲100cc，拢袂当超过0.5公克。假使讲顶悬若是写小块糖、小块甜，像讲这个巧克力豆也是莲雾这的物件，伊的加料也是讲半加料，每100公克加糖量嘛要比5公克较少。也若是阿罗面包的，也是罐装的纸鸭肉这的物件，伊每100cc 共款袂使超过2.5公克。为着要予业者有一个阿所味的抽体时间，新制度嘛估计伫咧2021年的7月才会开始。实际到超市来甲买，才发现讲，亲像这款标榜小块甜的这个燕麦，每100毫升伊的加糖量有5.8公克。也若这个绿茶甲乌龙茶嘛拢超过标准，就觉得会有益生误解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就是用治安法第28条来罚。手摇杯的部分，我们还会再评估。定出甜的标准，若是讲标示无照实，上悬会当罚到400万的罚金。安尼就是为着要防止有误导的疑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